打小人，打小人，今日打邊個人？打小人，打小人，老細定自己人？朝早天未光，鬧鐘已經開始鬧人，我仲未瞓醒，佢當我已經起身。巴士逼到貼面，隔離阿叔仲喺度咳，我心入面爆粗，但表面仲要講聲早晨。轉個彎過橋底，見到有人打小人，我諗不如排個隊，順便打埋踩我嗰啲小人。上司話唔容易，份工做到